查完醫生開嘅祛斑藥膏，色斑有可能更嚴重啊，仲可能永久不退添啊！我知你哋一聽到呢句咧，會覺得喂，醫生開喎，應該唔會有問題啩？我自己都好相信醫生嘅專業。好多人第一次發現有斑嘅時間咧，佢第一時間諗起咩？諗起醫生。醫生開藥膏，嗱你就乖乖搽，因為你信佢。但係我哋有啲客人同我哋講，我用咗醫生開嘅祛斑藥膏。點知咧啲斑比之前更加之深色添啊！唔係冇效啊，係變得更加之差。嗱，而且咧呢啲個案咧唔係一兩個個案啊，係我哋有唔少客戶咧都係咁樣同我哋講，有同一樣嘅經歷。究竟呢啲係咩藥膏咧？入邊有啲咩成分咧？呢種成分咧可能有好多人都用過嘅。如果你有聽過3合1美白祛斑膏，你可能已經有接觸過啊。裏邊有一種成分咧就叫做 hydroquinone， 中文叫做對苯二酚。呢個成分喺祛斑藥物裏邊咧係非常之常見嘅，好多醫生咧都會開呢種藥物俾人祛斑嘅。但係呢種藥物咧其實有一種嚴重嘅副作用嘅，嚴重到點咧？喺2022年咧，美國 FDA 咧曾經出過個警告啊，提醒消費者長期使用對苯二酚咧，可能引起一種叫做褐黃病。嗱，呢種褐黃病嘅色素咧，大家要聽住啊，係有可能永久不退嘅，即係話搽完之後有可能色斑更加之嚴重，而呢種色素咧係有可能永久不退。嗱，好多人打激光好驚反黑，但係醫生嘅祛斑藥膏咧搽咗可能更加之嚴重嘅。如果你想知道更加多嘅淡斑產品陷阱，搽之前咧要小心啲乜嘢？歡迎留言淡斑，送你淡斑護膚品指南，去講解常見嘅淡斑成分，教你點樣用同埋點樣避開呢啲嘅中伏位。